近日香港不斷傳出裁員結業嘅消息，繼海皇粥店執笠，老闆唔見人，欠落過百員工薪金，遣散費成1500萬。恒生銀行又傳出裁員消息，坊間話有啲部門裁員數目多到成50%，更有 IT 員工講被公司要求重新入紙申請返自己原有職位，而且需要自填期望薪金。上司暗示人工最少要減半先有機會獲聘，最終有冇得留低，仲要睇下邊個出價最低。有網友形容打工仔而家情況就好似被逼要玩現實版嘅魷魚遊戲一樣。喺冇幾耐之前，大班西餅又有幾間分店俾業主追租，而且原來亦有拖欠員工嘅強積金供款。老牌酒樓紅星集團亦傳出財政不穩，原來自3月份開始已經拖欠成200幾個員工嘅強積金供款，拖欠租金、欠供強積金，呢啲都係結業嘅先兆。打工仔要打醒12分精神啦！面對一浪接一浪嘅裁員結業風潮殺到埋身，但係未見政府提出任何嘅應對措施。特首李家超只係一味播帶，重複又重複咁話香港經濟有幾正面。佢成日列舉公司註冊處嘅數字，其實係9唔搭8，企圖轉移視線。開一間公司只係需要俾註冊費用，唔等於喺香港有投資，亦唔等於會帶嚟就業嘅好處。李家超成日玩弄 KPI 數字，企圖欺上瞞下，用呢啲虛假數字說明自己有幾多嘅功績。數字呃唔到人，其實如果從相關嘅數據就可以反映香港就業情況的確持續惡化，包括破欠基金嘅申請款額爆燈，基金赤字比對舊年增加咗超過3倍，企業欠供強積金嘅宗數增加到去40萬宗，比對舊年增幅多達7%，而且最新公布嘅失業數據亦都反映失業人數再度攀升，新增6600人加入失業大軍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最新公布失業數據顯示，失業升幅最嚴重嘅行業，例如話建造業、餐飲業，同時亦係輸入外勞最多嘅重災區。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喺網誌話，唔應該將個別失業行業嘅情況同輸入外勞扯上關係，無疑係此地無銀300兩。過去18個月，香港政府推行擴大輸入外勞計劃之後，喺呢2個行業輸入咗最多嘅外勞。飲食業輸入咗超過2萬人，建造業輸入接近1萬人。依家呢2個行業失業情況又係最嚴重，你竟然話係冇關係？唔通真係咁啱得咁巧？打工仔唔係傻噶嘛？首先一個好簡單嘅數學問題，市場職位係得咁多，經濟不景之下仲要持續萎縮，職位減少，咁外勞做咗嗰啲工作，本地工人嘅就業機會咪自然會減少咯？咁你話兩者有冇關係啊？咁唔通要個老細自己走出嚟講，親口承認佢係寧願請外勞唔請本地工人，咁樣先至叫做有關咩？再講一個基本嘅邏輯問題，政府話人手短缺先至需要輸入外勞，咁而家呢2個行業明顯係失業惡化緊，反映人手出現過剩而唔係短缺，咁仲要繼續大舉輸入外勞？請問個邏輯又喺邊度呢？今時今日香港啲高官除咗擦鞋叻之外，真係唔知仲識啲乜？你想同佢計條好簡單嘅數咩？又或者講個好基本嘅邏輯問題咩？原來就係仲難過登天嘅。最慘係香港打工仔經濟惡化，佢哋嘅飯碗已經受到裁員結業嘅威脅，而家仲要加上政府無上限繼續輸入外勞，真係情況可謂腹背受敵。